當插咗佢嘅 DC 供電之後啊，咁其實喺左邊咧呢一粒咧就係一個開關掣嚟嘅，咁啊開機啦，咁同埋關機咧，咁其實係需要長按3秒嘅。咁而喺開關掣嘅上邊咧，其實就有一個叫 dim 掣啦。咁其實如果大家係唔中意咧佢呢一粒 LED 燈啦吓，咁啊你可以直接將佢熄咗佢嘅。咁但係咧今次咧我就真係要讚一讚廠方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咁其實喺呢一個 LED 燈嘅設計上邊咧係非常之細心。喺今代嘅產品咧，其實廠方咧將呢一紮 LED 燈啊嚇，咁採用咗一隻咧全新嘅一個叫聚光型嘅 LED 燈咧。咁而呢款嘅 LED 燈嘅特色咧，其實係佢喺明亮嘅環境下咧，佢又有足夠嘅光度係可以俾大家識別到呢部機嘅運作狀態啦。咁但係喺漆黑嘅環境下咧，咁佢嘅光度咧亦都係恰到好處，你望落去又非常之舒服嘅喎。咁所以咧其實我係好中意咧，其實 keep 住佢長開咁樣嘅。咁另外啦。喺開關嘅隔離呢一排咧，咁就係咧顯示燈啦。咁其實係有用嘅位置咧，就會着咗綠燈啦。咁而綠燈嘅上邊咧，其實仲有一粒咧叫速度嘅顯示燈嘅。咁如果咧傳輸速度咧係100 Mbps 嘅話咧，其實就會出現咧紅色嘅。咁而去到咧1000 Mbps 嘅話咧，就會出現咗咧藍色咧就已知識別咁樣嘅。咁而喺機背啦，咁你會見到咧有8個嘅 RJ45嘅 port 位啦。咁當然啦喺 LAN 嘅世界咁啊唔會分輸出啊或者輸入噶啦，咁但係由於咧呢一個 port 1啊呢個1號呢一個嘅插位咧，佢係獨立咧係採用咗一個咧隔離設計，咁所以咧1號呢一個位咧廠方咧係強烈建議俾咧總龍嚟到使用嘅。咁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咧，咁係真係幾有效嘅。1號位咧，當你大海咧插入去嘅話咧，背景係真係特別係寧靜。好啊，咁而其他嘅位置咧就可以咧自由去選擇啦配搭咁樣嘅。